只是。石先生，这里发生什么？长了眼睛的人都能看到，这位小姐尾随着我进洗手间，意图不轨。喂，你们会所的安保措施还真是，拜托你们，以后不要什么人都放进。小姐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石大爷，我没有抄袭，那个是我自己设计的。等等。原来是你。看来你不只是个拜金女，还是个小偷。对不起，池先生，都是我的疏忽。这件事儿我们一定严肃处理。人穷不怕，怕的是穷人没有骨气，没有原则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小偷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块表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这块表是我男神送给我的。那么，请郝小姐打电话给你那位男神，请他过来证明你是清白的。啊，糟了！那天下午光顾着花痴，怎么就没有想到留个联系方式呢？怎么，找不到人？这块表的价值，我想我们都很清楚。以郝小姐的层次，是不可能接触到能送她这块表的朋友的。那么，除了是你偷的以外，我实在想不出来这块表是怎么到你手里的。什么叫做以我这样的层次？你们有钱就可以随便污蔑人吗？就可以随便践踏别人的自尊吗？这块表就是我男神送给我的。这些话你还是跟警察去说吧。郝小姐，其实我们挺有缘分的。你看，第一次你把我们车给撞了，还欠我们5万的损失费。在拍卖会上，因为您的缘故，我们池氏集团拍回的陨石钻戒比预期足足超出了3000多万。现在这块手表其实也不贵，30来万而已。那么您算一算，前前后后您欠了我们多少钱？其实您年纪轻轻的，大好年华，我们也不希望你在监狱里边度过，所以您还要坚持承认这块表就是您的吗？那你们想怎么办嘛？我们不想怎么样，这个表当然是要物归原主的。还有，就是麻烦郝小姐帮我们签一个欠条。放开我！我还有话没说完呢！迟梦你大爷的！我好聪明，发誓，今天你给我的羞辱，我一定会还回来的！把它收好。全都笨手笨脚的，出去！是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的宝贝闺女啊！当初是你啊，说你不喜欢他，跟他分手的，不，现在何必又发这么大脾气？这是当初还不是因为你，不用你管。不是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救人于任何危难之间的感情专家韩毅。你们有任何的关于感情的困惑，都可以找我。啊，我相信每一个女人身边都需要这么一个感情专家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2维码，你们可以扫一下。哎，美女，你也扫一下呗。没时间拿张名片吧。对了，那个爱情专家，我对我女朋友那么好，可她为什么不珍惜我？韩老师，我不想活了，我要为她而死。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你第8次拍我店里的单子，你的8次恋爱，每一次你都犯贱，而且还是一次又一次的犯贱。什么时候你不犯贱了，女人就来喽。是韩毅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迷倒万千少女心的爱情专家。请问您是？多少钱报你1个月？大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只卖艺不卖身。我不用你的身体，我只要你的脑子。韩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抄袭我设计稿的新盛公司老板也是迟墨？啥？不是，等会儿，我是真不知道。我要知道，我肯定告诉你的。难道迟氏集团又进军珠宝业了？哎，不对，那天下午迟墨拍下的那颗天价陨石戒指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在哪儿？你给我看看。我就说吧，这石头质地简直跟新闻里那个长得一模一样。虽然这个是假的，不过还原度也太高了点吧？哎，韩毅，凭什么他的是真的，我的就是假的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是我看流星雨的时候亲手捡的流星石头，我自己做的戒托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你让我再仔细看看啊。看就看，随便看，反正我连北漂都快当不下去了。现在这天价陨石戒指这么火，我要是把聪明的这颗也发上网去，怎么着也能上个热门话题呀。29日，迟氏集团总裁迟墨以5000万的天价拍下一颗极品陨石钻戒。据知情人士介绍，这颗陨石钻戒是迟氏的祖传之宝，近日来一亮相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。然而罕见的是，近日微博上有网友晒出另一颗陨石钻戒，居然与天价陨石钻戒有极高的相似度。爆了啊！美克拉美新人设计师出恶意抄袭事件了。哇，是我们新盛公司。咱们新盛这一次可出名了。哼，因为抄袭事件出名，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说起这个郑总监，他是咱们集团老板的前任，那他怎么还来我们这个小小的分公司呢？谁知道呢？郑小姐，请。大家安静一下啊！从今天开始，郑宝珠小姐就是我们新盛珠宝公司的设计总监了，大家热烈欢迎！郑小姐，因为最近抄袭事件对我们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您给大家讲2句，鼓劲儿。啊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郑小姐做事一向雷厉风行，放心，这件事郑小姐一定会给总经理一个满意的处理方案。好，大家继续工作。进来。老板，有招了。马上你查出这个微博、这个戒指的主人，我要尽快知道他全部资料。好的，老板。去吧。